分享他生命的见证。平安，谢谢中保代祷团子宝团长让我再次在这里分享。上一次是5年前，回想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新手妈妈，岁月一直流逝，唯一不改变的是上帝的爱。感谢代祷团每位服侍的同工兄姐，你们的接力代祷让我所写，就像祝福的推手，让我所写的代祷卡在盼望中蒙应允。也感谢我的婆婆刘国珍长老娘，她就是每周五，多年来她每周五早上6点到7点，为了别人的需要，摆上代求，让我们的家庭也因着婆婆的忠心服侍，还有我公公胡信章长老他的守望遮盖祷告来蒙恩。这次要分享的是关于我二姐的婚事。她5年前决志，2年前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有更真实而且彼此相爱的关系和连结。前2年疫情不容易的当中，我们也互相激励，然后也一直在为她的婚姻祷告。那这期间有出现了几位弟兄，主内的和未信的都有，不过没有一位让我们有从神来的平安。有一个晚上，神甚至透过我化身为足球队守门员的梦，来提醒我要认真的为姐姐的感情守望。在8月份的时候，我为二姐写了一张代祷卡，因为几个月来常常听到她提及一位弟兄，但是他们互动的关系并不明确，所以希望就是神来带领，要寻求神的旨意。那也希望神在这当中有安排跟预备。感谢神，代祷卡在11月3号，得到应允。刚好也是代祷卡3个月的效期满了。那天早上，我和二姐，也有线上 RPG。那下午神就动工，来显明这事是出于他，让我们还没信主的爸爸和大姐，看到对方家庭赖群组的对话，竟然感动流泪。那就是感受到，这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基督徒的家庭。在今年10月份，这个弟兄他受洗成为基督徒，那他不仅渴慕真理，快跑跟随，那连他们教会的区长跟小组长也看见这个弟兄生命的改变。这真的是上帝为二姐预备的弟兄。再次感受到祷告的大能是这么的真实。分享一句大家很熟悉，也是我很喜欢的经文：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感谢神，任何事都可以祷告交托主，特别是可以写代祷卡，让更多人一起来代求，神必垂听，也乐意让他的儿女多多经历美好事成就的喜悦。我想很多兄姐都写过代祷卡，那不管求什么，写代祷卡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。如果所求的事情有成就，写应允卡就是一个线上感谢的行动。所以鼓励大家不只写代祷卡，也记得写应允卡来回应神的恩典，成为云彩般的见证人之一，来荣耀神的名。其实每个礼拜1个小时在祷告室的时间，曾经对我来说不太容易。过去总是认为祷告蒙应允才是上帝爱我的证明，后来渐渐在服事中体会到，在亲近神、祷告神的时候，神会加添给我够用的爱和力量，去服事代祷卡，不再因为看到的几乎都是别人的难处感到重担，甚至离开祷告室也能放胆为别人祷告。
最近也看见，神就是亲自祝福邻居来到教会，不是我写的代祷卡特别蒙神应允，还有很多要等候神的时间，但是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相信神在未来都会有最好的安排和预备。那今天分享见证，也是希望更多的兄姐，就是都来报名参加代祷的服事，有很多好处说不完。但是让每个礼拜1个小时，决定就是选择来祷告的这个决定，可以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爱的存款，也是每位天路客的强大装备。所以邀请兄姐可以到1楼的公布栏，可以去查找，就是是否有您适合的时间。那如果有空白的时段，都可以自行来做选择。那最后也鼓励大家可以下载 RPG 的 App，就是邀请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过祷告的生活。耶稣就藏在我们中间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谢谢。